五个囡仔，五种年龄，五种性格，因共同之处，拢是会当了解母亲的心意。无论是搞怪的东东，甜甜的佩佩，互人真介意的彬彬，乖巧的弯弯，到因的新家庭了后，伫新家庭内底，拢经过一段日子啊，嘛已经适应啊，嘛互每一个家庭带来欢乐甲趣味。唯一捌代志的秀秀，嘛伫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形下，去了娘家。秋霞心愿完成啊！伊又搁去各一个家庭走一遭，敢若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相处。亲子之情已经发挥到上悬的境界。伫伊最后要去看秀秀的时阵，伊倒落去啊！那就搞熟了，秋华，秋华，阿嬷准备这些菜，妈一定会来。秋华，秋华，奇怪，妈哪还未来？你，多谢你。哎，你嘛真害呢！天气遐尼热，啊连续走几啊天啦，免讲是你啦，就算是身体搁较好的人吼，嘛袂堪的啦。我袂放心秀秀，昨昏甲伊讲好势啊。哎呀，这囡仔吼，都那细只狗仔咧啊，送去上因兜吼，都成上因兜啦。适应力吼特别的强啦，你若是唔相信吼，你甲送去外国人因兜啦，唔免半年吼，伊开嘴合喙吼拢是 ABCD 啦。你，麻烦你敲一个电话给秀秀，较免伊等了就着急的。喂，安尼哦，好，多谢你吼，对，多谢。爹哋啊，你去甲秀秀叫转来，叫伊莫搁等啦。有一个什么大科啊，即个敲电话来讲，因妈妈破病啊，今仔日袂用来啊。好。秀秀啊！秀秀啊！有一个大哥仔敲电话来，讲你妈妈破病啊。我妈破病啊？伊无讲什么病啊，敢若讲今仔袂当来啊。阿哥，我要去看我妈妈。好，你应该会去的。
头家啊，要买啥货啊？我想要探听一下吼，这附近敢有一个姓王的太太，30外岁的。 30外岁王太太，这附近有几来的呢？哦，因先生过身啊，有5个囡仔。哦，你讲的是秋霞哦？啊，对，伊是我的查某囝。哦，是恁查某囝哦？啊，唔捌看你来呢。哎呦，7年前哦，我捌来过一届啦。啊，这哦拢是家属啊，即马哦拢起大楼啊，我煞找无啊啦。是啊，即摆地址哦，拢是一大官啦。什么路啦，偌济巷啦，偌济龙啦，几号之几，哎呀，足歹记的啦。行，我送你来去哈。秀秀，阿公，你来啊！系啊，我拄到火车，所找无所在，我咧问这位老板啊。有阿伯，多谢你，多谢。莫客气啦，安尼我就无送啊哈。再见哈。多谢哦。阿公，我妈破病啊。妈，阿公，你小坐一下，我入去看我妈。好。李先生，我听秀秀讲，因妈妈的病搁压起来啊。老毛病啊啦，拄困去的。阿伯，你先坐啦，我来泡一下茶，等秋华精神哦，咱再搁讲啦，吼。礼拜日无上课，真无聊诶。喂，真公馆哦，请问者，陈天辉有伫咧无？我是同学。哦，再见。真无意思诶，鱼仔拢有遮尔多的伴会当佚佗，为什么我敢若一个人拢无人陪？喂，请问一下，吴玲玲有伫咧无？无伫咧哦。哦，多谢。喂，我要找谢文君。我是伊同学，我叫婉婉。哦，伊去游泳啊哦，安尼哦，多谢。讨厌！为什么人礼拜拢有妈妈带伊出去佚佗？为什么我拢无？我唔管啊！可诶，我妈妈来找我，伊就讲我去公园佚佗啊！婉婉啊，你愈来愈唔是款啊！可的，敢是你叫的？唉。
我就是啊。哦，是啊哦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啉酒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足久无出去啉酒啊呢。你招呼我当然要去啊。较细声呀，莫叫恁某听到啦。啊，阮某伫工厂啦，耳也无遮长啦。我念你出来哈。啊，好，再见。东东啊！爸，什么代志啊？东东啊，爸爸要出来有一个应酬啊，你甲菜小收一下，放入去冰箱，换放个水槽内面，倒啊小切者，知影无？好。喂，阮妈有伫个无？啊，伊伫个无用哦。哦。阿石，你是安怎要做查拉啦？你会当跟我爸爸同款去做转线啊？我无迄个材料，嘛无本钱。好你。创啥？你敢毋是无钱？你无钱才会去偷摕人的物件。老师讲，人爱做好代，莫做歹代志。做歹代志就爱改过。你敢有某？有。你有囡仔无？有。足可怜呢，你的囡仔甲阮同款，无爸爸。上可怜啊！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一个合作第一个到底倒位？伊是啊？无啊，伊搁关伫咧笼仔内啊。你哪知？我去甲看过啊。迄个人是感觉唔做正道，连某囝拢不爱顾啊，敢有啥物厝啊？谁讲诶？伊虽然互人关起来，也毋过伊真思念伊的某囡仔，伊搁拜托我摕钱互因呢。敢真诶？唔信你看，5000块。为迄边过，你看，就是远远的迄间。多谢啊。
你听看卖，你听看卖。应该啦，早早是这种人哦，我的厝嘛不会说互伊啦。大半来时阵哦，第七甲我讲哦，伊是一个做土水的啦，我就看因某吼人袂歹啦，搁大生囝尔，每个月哦，搁减赚200块的厝税，啊，这下好啊，2个月的厝税唔但无互我呢，你看卖，即摆吼搁去互关起来啊！叫伊搬厝啦。这种人吼，住来咱这所在，咱就见笑的呢。伊啊吼，警察定定走来咱家呢。你要找啥啊？插头插脑啊？这么这敢有说地的人？哎哟，你这尔啊细汉，你要甲伊学？我是来找第七的太太。你找要创啥？你敢唔知伊是贼啊？我知影啊，你知影？你早搁要找伊，人命哦，你秘袂赴啊？我无要紧啦。你知影？你搁要找伊，人命就秘袂赴啊？人命就秘袂赴啊？你是向导的囡仔哈？走啦！恁甲我讲，有啥物要紧啊？第七虽然是贼仔，恁讨厌伊，也毋过伊的某毋是贼仔，伊的囡仔嘛毋是贼仔啊！哟，你看这囡仔，这甲讲话啊！我求恁，互我记印，哪有啥物要紧？去啦，倒咧紧啦，去啊！多谢哦。你是啥？我叫东东，这的钱请你收落来。你是安怎要送钱来给我？拢是我唔好，恁人的这家，拢是我害的。奇怪呢，我就唔相信。这钱哦，我会家己飞去。哎呦，你搁坐伫遐，敢若无代志咧？我嘛替找几半半呢，厝都遮大间，无你规气哦，规间厝拢甲变起来啦。你搁搞歹哦！哼，我收回啊钱转来，都去工厂啊，我一算减5000块呢。我随转来找都无去啊！咱厝里也无别人来过啊。对，你的无去倒位啊哈？我有代志小出去者啦。你是去倒位？甲朋友讲点仔代志嘛。是毋是瞎的？是啦。是毋是搁去酒家？没请呀。莫怪你安尼老神在在，一定是你甲我的5000块捡去，背下哦去酒家啉烧酒。哎呀，天地良心嘛，你用敲电话去问下，看是毋是伊请的。哼，我才无遮闲咧，你迄老毛病，我敢会唔知影？我对你就纸，我绝对无扣你的钱啦。你无扣，哪安尼想扣去？那我要哪会知啦？我若知，我唔就甲你讲啊。东东咧，东东，伊哪敢扣着5000块，我拢无讲咧。我嘛是爱亲嘴甲问看卖。坐。光靠一大堆，更嫌唔练，你走出去创啥？你即摆不得了啊哈！欢喜出去就出去，连讲一声就唔免就走啊！我要甲你讲啊，毋过你咧困啊。我伫困，你免留一张纸条互我。我出去拢会甲你留纸条啊，你敢讲唔捌？你有啥物重要代志，一定爱走出去。我去买鱼啊！你搁买啥物鱼啊？你写过偌侪字啊？
因币一袋一袋地买，菜市比买12四个无够，买24四，买36四个。虎啊，你有足多个啊，你有用过无？长的、扁的、圆的、动物形的、册形的、红仔形的，你拢得要变做收集专家啦！妈，我呀，无要买虎啊！伊直到读大学，我都无要买啊！我毋是毋甘遐个钱，无爱互你买。你想看觅，我啥物下毋捌互你？我认为囡仔不应该安尼生，想要爱啥就一定爱有。啊，若无就是逐工缀我嘀嘀咕咕，毋管安怎拢要买。买着了后咧，就无稀罕啦。啊，若无就家等咧遐，啊，若无家弄歹。妈，我以后会爱上物件啦。你的毛病实在足多呢。一放学转来，电话就开始卡，毋是你找同学，就是同学找你。你才几岁啊？是同学问功课吗？奇怪，你好好一讲你毋问，放学了转来厝，你才想着要问功课。问功课，搁咧开讲，什么讨厌，迄个倒弹，迄个足三八的。遐甲功课有啥物关系哈？姐妹一直讲拢无要看堂啊，拢是人毋对，你家己敢对？我拄则落去找你，楼骹管理员讲你叫伊考的，是毋是？人几岁啊？你凭啥发人考的？你知影规矩无？以后看到伊，爱叫伊考阿伯，有听到无？爱娜，讲两句就好啊啦。无关囡仔，你上好莫插嘴啦。哦，我莫管啦，去别间接电话啦。喂，啥？听袂出来啊？样的啊！哎哟，你有够讨厌呢！这个是什么声啦？是啊，是阮人接的电话。伊今日拄转来。我袂用出去呢。我当然爱陪伊啊。你莫三八啦！我甲你讲啊，再见。爱娜，管囡仔对家己做起啊，你管婉婉无毋对。也毋过今仔日你讲婉婉敲电话安尼乱讲话，我感觉无啥妥当。为什么？一定是家你学的啊！我讲什么？你家己慢慢体会啦。讨厌！爱娜，你叫我看转来有啥物代志啊？我要甲小月阿个梦梦合作做生意。做啥物？想要开西餐厅。西餐厅？迄无啥物意思啊。我就知影你会泡我啉水。毋是安尼讲啦，爱娜，这图你根本就无了解，要安怎去经营啊？梦梦白啦。做生意吼，上惊的吼，就是利润家真高啦。我分析互你听吼，都爱先找厝，立押金，佮开200万装潢，然后再佮买餐具、请师傅。这钱甲人拢落入去了吼，1年内底免想要看到利润啦，就算是趁几仙仔钱吼，加加嘛是拍平尔。你想看觅，这是何必苦啊？可是2、3年做知影咧。树大就大，应是有搁较大，也若无吼，反正别人目孔赤，迄你就试查袂掉啊。照你安尼先讲，什么生意拢袂用做啊？这都要靠本事，靠人际关系。乌白两道吼，双方面拢在安大好势。我真唔相信咧，小月关系真好啊。你一定要安尼讲，我嘛无法度啦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
乖，莫哭哦，你牛奶哦。奇怪，伊哪会一直哭，拢无要滴牛奶？可能是放尿啊。啊，放尿哦！安尼要安怎啊？爱换尿珠啊？尿纸伫倒位？伫咧遮。也是我来啦。啊是互我来好啊。唔免，也是我来好啊。东东，你先回去啦。袂用急，医生还袂来。遮尔暗啊，医生袂来啊。安尼稍等下，我搁去走一抓。唔免啊，明仔载我家己去看医生就好啊。安尼你明仔载一定要去看病哦。第7伫咧笼仔内，足思念恁嘞。你一定要甲病医好好，伊出来了后，看到你身体健康，伊才会欢喜啊。爸，你走倒去啦？我，你是毋是捡恁老母的钱摕去互白开啊？我无啊。无，行，来外口。我叫恁母仔来问你啦。来，你家己来问啊。东东啊，你转来啊？食饭未啊？哪会算到即马还未食饭呢？哎呀，你听会了我白讲啊！你落地下甲啉看卖，看5000块，佫剩偌济？你哪会当确定是东东捡去的？还除了伊，佫有谁啊？数千伫咧台北无转来，工厂内底人哦根本无人来啦。我要走的时阵哦，叫伊就佫想我伫啦，还连我嘛拢无收啦，一定是钱捡了，雄雄公公就走啊！伊若捡着，一定会嫌我，绝对唔敢乱开啦。妈，是我捡的。你讲啥？真正是你捡的？听到无啊？东东啊，你甲我害惨嘛！恁母啊，为着迄5000块，甲我玩半步呢，紧甲钱摕出来啦，还互恁母啊！我捡就捡去啊啦，开淡薄也袂要紧啦。东东啊，佫剩偌济啊？拢无啊。什么？5000块拢开了啊？妈，唔是啦。顶届迄个细地的贼仔，伊足可怜的，伊即马关伫监狱内底，因无判病啊。伊阁有一个遮尔细汉的囡仔，无牛奶粉食，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。啊！你甲钱拢摕去互人哦？你又够大方啦，东东啊！你想要伫美容做一个大善人上？5000块要赚，唔是遮简单呢。哎呦，你这大声是要创啥啦？囡仔做好代志，安尼嘛唔对。嘿，是你对我歹呢，你侮辱我呢。我惊你去酒驾，
假使你甲东东共款去帮助人，我嘛袂对你歹啊。你成囡仔成了伤过分啊啦！东东啊，当恁爸爸的面哦，我无讲你，即嘛剩咱两个啊，我要甲你讲，这件代志哦是你唔对啦。妈，你应该先甲我讲，妈袂无答应。哎，做好代志，妈妈一定支持你。啊，搁要支持我？你坐咧吼，我去甲你创一寡物件食，食饱就紧来困啊。妈，多谢你。我一转出去过美浓东东引导，台南平平引导，德山佩佩引导，还有台北的圆圆引导，每一家对囡仔拢足好的，囡仔嘛拢足乖的。东东嘛真乖啊。偏家翁仔某讲，东东足皮的，也毋过本性真好。因会当了解东东，就算袂歹啊。我也未去过秀秀引导，也毋过娘家是读册人。秀秀伊个足歹代志的，我想因会斗阵了足好啊。即马上袂互我放心的，颠倒是彬彬。彬彬，哎呀，这几家哦，就算彬彬遐环境上好啦。爸，有钱的人无一定无烦恼。哎呦，彬彬遐细汉，捌啥物烦恼啊？伊会慢慢啊大汉，捌代志啊，就会受到影响。我伫个业界住一暝，甲伊每一个人拢讲过话。因伫暗坎迄种足歹的家庭气氛，也毋过我看会出来，业界的后生甲我讲足侪母仔囝的关系，也毋过因妈妈毋知影这，颠倒问阮伫个讲啥，我甲想，伊应该问阮囝才对啊。啊，有这种代志哦？我即马心肝头足乱的，若是我会当加活几个月，我一定甲彬彬车倒转来，互伊另外找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宝贝啊，你要未困哦？你，哎，秋霞，你今仔日哪较早转来？哎，敢若两场戏哦，真久就录完啊啦。哎，秀秀咧？伊食饱饭就转去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阿姊自细汉上喜欢的佚佗物仔，就是这几下布王啊。即马阿姊大汉啊，想要甲伊送互恁，恁爱答应我，听伊、爱伊，好好照顾伊，我才会送互恁哦，好无？查甫囡仔算布王啊，会笑死人。你感觉这个布王啊无值钱？等你大汉啊，会用阁幸我阿姊。等大汉，恐惊早就等掉哦。我要叫伊当去分手啦！我袂，我会好好保管伊，伊伫甲我做大明星，我拢袂带使。水面，故做。你大汉要做？我要做护士，专门甲人注射，我家己不爱注射。彬彬，你大汉要做什么？我要做兵，我要提起，要将歹人拍死。东东，你咧？我要做太空人。哼，你这水灵嘞，
较早讲野球的时阵，你就要做王贞治；看到科学展览，你就要做牛顿。今麦东东逐工拢要做李小龙，我欢喜啦。阿姊，你以后要做啥物？我的一世人做你阿姊，假使有一天妈无伫咧，我会像妈共款照顾你。我唯一的志愿，想要做因阿姊都做袂成。大家分开当一个，使一个。妈，我是你最后一个囡仔，我嘛离开你啊。无得靠弟弟妹妹，因去别人家，会用互因食了好，穿了好，因就会快乐啊。也毋过我已经遮大汉啊，我家己已经有家己的思想，我无可能像因共款，有通我大，有通我穿，有通我食，有通我耍就会快乐。妈，我是带着你的温情离开你的，我心肝内永远无法度将妈妈放袂记的。妈，你即马破病啊？破病甲遐尔严重，佫无爱互我留来照顾你，我心肝内足艰苦。妈，你从来拢无爱我报答你啥物？你阁一直为我设想，为着5个囡仔，欠我得到尊敬，你阁是遐尔坚强，这是为啥物？妈，为着你的心愿，我离开你，也毋过我的心，永远在你的身躯边陪伴你。妈，你会保重。秋霞，你拄好咧甲谁讲话啊？无啊，两早困啦，无啥物代志拢遐操烦啦，啊？你诶，你敢会晓用录音机？会晓啊，真简单嘛。要录的时阵吼，试这2个；若要停的时阵吼，就试这个。哦，这个哦是退后。假使你若是要听吼，就试这个，知影无？多谢。秀秀，嘛可能我要偌久啊？我的心肝内有足侪话，毋知影为倒位讲起。秀秀，马上袂放心的，就是恁兄弟姊妹，嘛有足侪话要交代你。等弟弟妹妹大汉，嘛捌代志啊！你甲妈妈的心意，甲因讲，妈绝对毋是心肝凶，歪伫你。若是妈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，搁较艰苦，我拢会甲恁留伫个身躯边，甲恁请养大汉，互恁伫个社会上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秀秀啊，你困啊未？哦，秀秀，阿妈，阿妈，你要困哦？也袂啦，我伫甲恁阿公开讲，恁阿公叫我过来看你困啊未？若是无困吼，就叫你过去一下。阿公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阿公。哦，坐。今仔日你对恁妈妈遐转来了，一直无啥欢喜。我甲恁阿嬷讲过啊，阮感觉讲是阮毋对，
是你唔对。秀秀讲要去看因妈，你就互伊去呀。若是我吼，我就陪伊去。啊，好，是我唔对，我唔对。秀秀，等你离开了后，阮想要去，阁唔知影所在啊。其实妈嘛无安怎，伊只是胃疼。我是讲吼，搁安怎嘛，应该互你早钱过去啊。唔免啦，阮妈无欠钱用，破病就爱看医生啊。伊就是袂去看病啊。爹哋啊，我看也是照咱原来的计划，明仔载透早，咱规家伙啊，都去看秀秀的妈妈。好啊。阿妈，嗯，你要去看阮妈？啊，当然咯，咱即马是一家伙啊呢，咱哪样无关心呢？秀秀啊，阿妈，阿公，多谢恁。这是安怎哈？啊？我来看一下。莫去，这真正常啊。秀秀心内啊，上重视的就是因妈妈，伊发现咱关心因妈妈，伊当然真欢喜嘛。妈，我一直感觉我无适合留甲阿公阿妈，我感觉因怪怪，派头一定就大，结果是我唔对，因就有爱心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听你的话，加尽一点仔好心，历史效应。秀秀，妈唯一会当留互你的，就是这款临走进前的录音带，也佮有妈对恁的一份愿望。希望恁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的乖囡仔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爹哋啊，咱等下去看秀秀的妈妈。就甲你手头的5万块砸去就好啊。咱敢要甲这件代志甲秀秀讲？秀秀啊，你哪搁伫咧拼房间啊？阿妈毋是甲你讲过，莫替阮拼，只要整理你家己的房间就好啊。袂麻烦啊。阮逐工透早就起来，一日起来就咧花园运动，转来就看到你家厝内变好势啊！你若讲甲我骂呢，讲我病单，讲我虐待你哦。有遮尔啊严重哦，阿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恁两个又搁咧开讲哦？紧换衫，早顿食食就好来走啊。啊好，好。阿妈，我去甲洗衫机内底的衫拍拍的。好啊。秀秀，秀秀，
早就应该来啊！阿公阿嬷准备去看你呢。哪会安尼嘞？妈，你别去啦。牛阿伯、牛阿母，熬早，搞早，阮才咧讲要去看你。家在无去，阿姐，对。咱若是去啊，伫咧路诶小拄袂着，树下白走一逝，咱白走一逝。妈，阮听讲你破病啊，实在足紧张的啦。啊，无啥啦。你即届来哦，气色无顶届好呢。阿姨都破病啊。你爱运动，像你即个年岁哦，应该是真勇才对，无应该遐尼瘦。你看阮妈咪啊，强要60啊。你讲我要创啥？秋霞，听讲你爸妈来啊？对，昨昏到的。咱咧什么时阵转去啊？暂时陪我住一阵啊。好啊，另讲哦，我请恁爸爸食饭，大家开讲一下。天气遮尔热，唔免麻烦啊。哪有啥物麻烦？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应该互相联络才对啊。就是啊，恁爸来啊，咱拢总才5个人啊。阿嬷，阿哥有大花姐。哦，请伊斗阵来。阿哥有一个小妹，伊叫弯弯，伊嘛伫台北。安尼拄好，斗阵带伊来，人济较热闹啊。妈咪啊，碗敢有够啊？你等下问敢会用诶？是，我唔对。你会记哩，带着恁的对象来爸爸妈妈的梦境，互阮看卖一下。妈，搁遐尔久的代志，咱就即摆提出来讲，总会有迄一天啊，是不是？这是妈留予你临终的遗言，一定爱记伫心肝内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